陳偉霆同詩雅出席沖繩縣政府喺香港舉行嘅活動，問陳偉霆有冇同阿 Sa 去過沖繩，佢話：我自己都未去過，唔好話同佢，希望可以啦。而家希望同阿縣長搞好啲嘅關係，睇下有冇啲係啊，免費過去食菠蘿啊！有冇諗過同阿 Sa 唔喺香港結婚啊？地道人嚟㗎我，因為我好多親戚喺香港啊。若果有機會，先至諗喺香港。嗰日阿 Sa 出席活動，相士話佢有機會30歲前做媽咪，你會小心啲定係順其自然先？順其自然啦，命理嘅嘢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啊嘛。即係你信冇人？你講緊係2年內嘅事嚟嘅喎。唔會有呢個機會啦，坦白講，即係可以其實即係認真地講，唔會有呢個機會啦。因為個上司話可能啫，係唔係話一定啊嘛？我會幫佢避過一個高危呢2年。OK，幫佢避一避啊！